来继续来看云林县政府甲台湾火龙合作，甲中秋节应景的文旦行销到日本、香港等等的国家，要来抢海外市场，嘛，互离乡背井到海外读册学生会当食到家乡的美食来解乡愁。 为了粉看国外市场，抢攻中秋节的礼品商机，云林县关府即摆和台湾火龙电商平台合作，辅导20项的婚礼用品，伫咧台湾火龙网络平台设婚礼用品的专区，甲中秋节的文旦行销到日本和香港。我们希望呢，一起努力，把台湾好的农产品行销到全世界。即摆云林县选700多项的农产加工品，正则是婚礼用品，伫咧国内5000外行销点伫咧配，而且确定海外市场，今年嘛去到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和日本确定婚礼的好农产。不止在我们国内透过5000个行销点之外，我们积极在拓展海外的市场啊。透过和电商平台合作，将婚礼好农产推广到国际，让旅外乡亲伫咧中秋节买当食到故乡的猪皮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